用检讨。啊，第7章啊，来听啊，来，有需要检讨？好像不需要了。跟我检讨。来，来，看天文的部分啊，天文照讲啊，我是感觉注意的啦，因为天文这个物件吼，我来想象我都开过，宇宙到底有偌大？宇宙到底有偌大？是吧？该讲，这个大吼，你做关于想象。别咱讲宇宙的进程吼，咱先讲起来，咱宇宙里的单位吼，咱通常有两种单位，一种单位吼，叫做光年。这是时间的单位，也是距离的单位，时间的距离单位。距离单位吼，顶下有一个年吼，你甲当做时间的单位，伊是距离的单位，意思是。光线行10年的距离，啊偌远？你学过嘛？光线1秒钟偌多？30万公里了，个10、百、千、万、10万公里哦。这当年换做公里，这是1秒钟哦。你1分钟有60秒。1小时60分钟，1日24点钟，一年356天。好，来，这样乘起来，你的计算机就行了。那我来造功能。啊，课本来讲啊，差不多10兆公里。啊，10兆公里。你看，打算做很哦。伫咧宇宙内底吼，迄光年，搁算讲足短，较拄啊好尔。但是咱若为太阳系内底吼，光年这个顺切吼，无差你记袂起来哦。哦，你真正是哦，你唔免啦，你个1年有几秒啊？算出来。1年有几秒？1年计算。你们学那3大运动定律，第一个时间不是就讲过了，就乘过了。88640年。对啊。它是太阳。另外一个叫天文单位，那这写做 AU， 这个单位是用伫太阳系内底，用伫太阳系内底，因为咱迄个伫太阳系内底吼，你像讲月球。离我们多远？多远啊？好远。月球跟我们的距离哈，光线大概走1.3秒，所以它的距离大概40万公里。太阳到我们这里的瓦布光线，告概念，500秒，大概8分多钟，8分多钟。你看哦。咱个太阳是安怎遮尔光？另外其他的恒星是安怎遮尔暗？其实太阳伫咧宇宙内底算讲做暗，但是伊遮尔光是因为伊离咱近，有偌近？来，我来举例吼，除了太阳，离咱第2近的恒星，光线为遐行来地球爱偌久？4.3年，这是8分钟甲4单外的差别。你若安尼阁无感觉？我举一个例，咱甲太阳甲即粒离咱上近的恒星等比例的缩减哦，就是你一半我一半等比例的缩减，一直缩到太阳离我们前面1公尺的时候哦，你知道那一颗星在哪边？在台北，啊，这种
足近的，太阳离我们太近，所以伊看起来它会较光，其他看起来较暗。所以，这个天文单位是专用在太阳系里面，就是讲，譬如讲咱甲土星、咱甲木星的距离，用这句话好，用光年这个单位上大。但宇宙用光年正好而已，因为讲宇宙多大？的确比无限大科学家伊甲算出来伊偌久啊，伊偌大，科学家拢算出来，伊差不多伫咧150亿年前，精确是146。迄个时阵咱即摆宇宙所有的物件拢集中在一个点上，浓缩啦，浓缩。结果那一刻发生大爆炸，这个点炸开了，所有的物质接近光速，为外口呢滚出来，个为外口膨出来啦，以光速接近光速因为物理的定律它不能超光速，但是它可以接近光速，比光速小一点。所以宇宙到今麦的大小差不多，它的寿命大概150亿年，它的大小也差不多150亿光年。150亿光年可以想象，很难想象。所以另外搞讲，宇宙的外面是啥物？咱的里面都无法想象，你讲外面是啥物？而且我们宇宙内底物件咱有一种叫做暗物质的，占了7、8成。这种暗物质意思就是讲，我们对它一点概念都没有，所以不要轻易讲说没有存在。搞不好那些暗物质的存在中叫共鸣，西方极乐世界搞不好就在那里面不要在，因为我们对它一点概念也没有，剩下2、3成我们只是对它有点概念。对于它的物理性质什么，我研究透彻的、很清楚的，这2、3成，剩下2、3成里面，我们不到一半。有概念跟清楚它的运作不一样，所以你卖有讲外口是啥？来这个一般以上都唔知，你个讲外口。还有一个问题宇宙是安尼一直膨落，拢无停，是会停落来。就是讲循环我揪转来，又变回一点。又啥？这科学家嘛无定论。但第二种维持平衡那个比较不可能。在物理定律里面，维持平衡比较不可能。不是一直膨落，就是碰一个极限，让它反向收缩。但迄无重要，迄阵你袂话袂已经那个了啦已经报轮回几次了。所以。咱来看宇宙，咱这个宇宙下面给咱讲星系，咱所处的这个星系，太阳星系仙女。银河系啊。银河系偌大？银河系这个圆盘，因为你把看起来是一个漩涡状的圆盘，侧问轮道它为侧面看过去，那只边的话，但其中星星比较多，周围比较少。但太阳都在一个边缘的所在，所以咱拢是边缘的。因为我们在那个边缘恒星上，太阳是很边缘的。这里面伊的大小为加到加跟线爱行10万里，所以你讲伊的直径是10万光年，它的直径10万光年。银河系内预估大概2000亿颗像太阳一样的恒星，或大或小，2000亿颗。宇宙内像银河系安内星系有的比较大，有的比较小。像比咱上近的叫做仙女座大星系，比咱银河系大很多。
当然猫咪呢是较细吼，这种咱叫岛宇宙。想要跟岛宇宙的宇宙之海里面哈，那些星系成为小岛啊呢，每个小岛之间的距离都是以几亿、几十亿光年来计算的。宇宙里面这种或大或小的星系，科学家估计大概有100多亿个。所以你可以想象啊，光银河系里面有2000亿颗恒星哦，就宇宙里面就有100多亿个像银河系一样的岛宇宙，组成整个宇宙。银河系，你有拿银河系的引力啊吗？哦，另外有路票哦，我会晓，银河系，我问叫你学外国仔咧讲华语啦吼。银河系的英文，还有人讲，我知道 Silver River， 银河嘛吼。其实我本来唔知吼，我高中的时阵咧看英文歌吼，我看到歌词内底有一个周二胜的名词哈，跟专有名词啊。第二个专有名词的第一个字母大写前面加一个 the 嘛，对了。我一查这专有名词，我才知道它是银河哈。就话共解。The Milky Way， milk 是啥？牛奶对了。milk 的意思就是乳白色的意思。啊，牛奶般的嘛，哈，牛乳般的乳白色的意思，味就是道路。外国人把银河把它翻成乳白色的大道。我以前看到这个歌球，我不知道它银河，我看起来很诗情画意呢。我家门前有那个乳白色的大道哦，那个查起来是银河。再来，叫做恒星。咱的恒星当然大家拢知，哈，叫太阳。在恒星，来个咱的行星嘛，哈，咱的行星，咱太阳系内底有几个？几大？9大、7大、8大、8大啦，吼。你啊，伫个2006年，目前题目是9大。在2006年，一直世界天文协会召开决议，冥王星下去。冥王星是这种降级啦吼，不是无伊啊吼，不是拍无伊，伊种降级，啥哪会用降级吼？你说安怎？伊犯啥物错？伊家暴吗？还是被用拐起来吗？加鱼。啊。来，咱介绍冥王星定理，咱先讲咱是算咱的8大行星。好啦，来第一点啥？离太阳上近的开始算。水星。水星吼。水星。来第二点的。看一下土金星啦吼。第三点的。第三点你唔知就害啊！你个赶走来，挂伫顶悬，你唔知。地球啊吼，来第4点。月球。行星啊。Fire。火星的一定比 Fire Star， 火星的一定叫啥呀？对 ，Mars 是古希腊内底是战神的意思。因为火星看着一粒像那红色的战神也去烧台吼，拢会流血吼。所以咧，咱要当作战神吼。来到这开始，小行星带，伊是一个分界，这系列叫做类地行星。一个小组，地球是班长、组长啦吼，啥来做组长？现在是组长。因为咱住伫宾馆啊，小组长啦吼，伊去组的小组长啦吼，系列内底的小组长吼。来下骹，小行星外口。小行星在 Tree Star。迄个木星，来土星，来天王星，来海王星，这4粒。
一组木星做组长，所以这组叫做类木行星。想咱要分这两组吼，因为这两组的性质有做大的分界。来，第一无共呢，你看图就知。有水。啊，你讲内陆你不是是有水啊，有水。地球上有液态水吗？地球。你是内陆。你看它的 size 大小就差。啊。你写错了，你写内陆。你看它的大小都差很多，对不对？内壁都怎么样？比较小颗，内部大很多。啊，而且伊的组成物质无共，内壁的组成物质吼是跟咱地球同款，核心是金属，外口是岩石，所以内壁的密度差不多5到5、6、7、8那边啦，因为你铁的那个金属的密度、岩石的比较小。啊，但是内部是啥物？伊是气体甲冰组成的哦，所以你唔捌听人讲过讲，我有派迄个太空船去登陆木星无？因为伊无路互你登哦。你若派太空船到木星，我们前天有太空船接近木星，因为要甲翕相，但是伊无来了登陆，是安怎？伊若登陆，伊若飞进木星内底吼，伊会拄着越来越浓的气体，尾仔规个互卷入去。因为伊就是一粒气体星球，后壁这4粒拢是较温馨的气体星球，所以无陆地，伊无像咱头前4粒有一个很明显的陆地，咱登陆无好撞落拼，啊袂伊往卷入去，啊怎啊甲伊融为一体了。但是这内部行星的卫星吼，伊个甲咱内壁行星较共款，所以你会当登陆伊的卫星。是有岩石啊，或者是那个物理的冰，啊，它有岩石的地表，所以这4粒，它尾仔吼，本身有迄粒冥王星吼，冥王星吼讲起来，伊属于哪一类？伊若讲性质来讲吼，它也不属于类地，也不属于类土，因为它有一半类地、一半类土的特性。啊，你看。所以东西是9大行星的时阵，冥王星跟剩其他国家，它无法分类，你知道吗？问题来了，伫个冥王，因为吼，以早咱上计看甲土星尔，咱用望远镜安怎较好吼？用一般的肉眼，叫做配合望远镜吼，你都看到土星。咱想来找着天王星了知？咱找天王星，因为咱感觉土星啊分。就是这5颗了啊，除了地球之外，就是这5颗了。结果我们发现哦，这土星的轨道那也怪怪，因为科学家去审哈，感觉伊轨道怪怪，啊，带进公式，发现伊的轨道会怪怪，就是伊的外口有一粒平行嘅影响伊，所以科学家是先。为轨道的公式去推算出这条行星应该底下的位置。啊，即摆有望远镜吼，去甲追踪，给长期曝光安尼，一直追踪哦。因为伊行星袂家己发光吼，伊反射太阳光，遐尼远已经足微弱啊吼，所以你做歹找，你要长时间底下让它曝光，终于找到。天王星，你才发现天王星轨道也怪怪的，又推算原因，外面还有1颗，就这样一直找哦。天王星根据天王星的轨道受到影响，去找到海王星，根据海王星轨道受影响去找到冥王星，越来越难找哦。发现冥王星外面还有。第10颗、11颗、12颗，就这样找到了，这下怎么办？你甲伊规划大，决定讲，我到底要甲变做10大、11、12、13大行星，还是几起看？后壁冥王星跟它后面这几颗，通通降级，后来决议，幸好降级了，
无你爱背10几了。我当然科技背咧做无了的吼，但係兼背者，所以你知影冥王星哪一样兼背一下冥王星吼，所以冥王星就被降级成矮行星了。好，这个是咱的迄个行星，它的刚多少讲过，行星后面有卫星。咱这人类呢，还有一个很大的差别，就是内地行星的卫星啊，不是一颗就是没有，一颗两颗或没有，它这个都很多颗，有人10几粒的哈，10几粒，哇，迄宾馆啊过中秋节哇，迄10几粒月亮，现在你看到几粒？拢没陆地啊，无按都赏月。哪个有彗星？彗星哈是伫太阳系的边缘啊，伊伫太阳重力的边缘，较做冷的啊，所以拢冰块啊，所以彗星就是伫边缘的冰块啊，被太阳的重力吼吸引进来，啊吸引进来之后就飞过太阳旁边，啊又飞回去，啊有的飞一次就不会再回来，啊有的像哈雷彗星一样，76年回来一次，很固定。所以咱一个人一世人吼，你要看到哈雷彗星吼，还无简单哦。你该迄个生得正好，生得正好什么意思？一般在你1岁的时候来，你看了你也不知道啊。啊，你父母跟你说，你1岁的时候我有抱你去看哈雷彗星，还有拍照为证，你会有印象。好了，7、8岁好了。7、8岁有带你去看哈雷彗星有印象对不对？好，7、8岁看完了，下一次看到几岁了？加76，7岁加76，87岁了嘞，我活不够长还看不到。那你万一他在你30几岁那一年来，你挂了。哦，那你要撑到第2次，讲厉害哦。你有看过啊？然后它为什么会有尾巴？好，这彗星是来时阵吼，因为伊是冰块，它会很接近太阳，伊接近太阳就是太阳风会甲伊摧毁甲伊的冰块凝去，迄个变成一个彗尾，迄彗尾吼，因为冰块有风，伊会反光，所以彗星的尾巴不是顺着它飞行的反方向，伊是顺着太阳的反方向，好。它是，我不会写，就是彗星的轨道哪安尼的，它的尾巴，东西走哦，那是会文。来回过来，对吧？来，平安行。会文。